这个我们看。现在温度是35度。偷拍水，买哪个？我买了个秀发的。啊，买了个镜头嘛。我也买了个镜头。啊，这85的嘛。85的。哎，这是真好。哎，老刘来了。我视频也开了视频了。啊，一个横屏，一个竖屏。这个一起走嘛。是真。竖屏也开了啊！你看竖屏，你看，要看竖屏就看竖屏，横屏的话就在这里。反正两个手机架在上面的。哎呀，我把以前那个 RA3 Pro 那个我不是卖掉了嘛，然后有支架，还是以前那个配件没卖，还是用那个，现在就还是用以前的方式，一边架一个横屏，一个竖屏。基本上都满了，都满了。船夫也来了，嘿嘿。是老韩也来了，现在是宇游峰也来。吉祥八宝，八宝。
路上取证来了。上好了，上好。现在8点，有没有8点？我不知道。8点42。这个就是狗啊！小倩的，哎，他以后就穿不认识了，双蛋错了。呀，朋友们，老板，咱想做一个帮助国民直播是唱歌。错，他表姐，永贞的表应该也叫，应该是他永贞应该也是叫他表姐，永儿叫他表姐。毕业了，他们是他和他考的，他是空姐那些照片。他本来考的就是空姐，毕业了，进去了没有？实习了，哦，我就是考的那个。哦，
空姐还真的资格的空姐啊！我就看他发的那些全是穿那个空姐的服装，他应该在龙泉里面上，龙泉驿那边那个航空皮那个学校。就在沃尔沃汽车对面，斜对面就有一个航空就相距应该有1公里左右。银座来了，银座后面是扎西取真，多桑取真，那是丽丽，这个是这是王卓吗？小倩、取真、老胡，那个小朋友，少探错，幼儿，这个女孩子没有名字。反正他幼儿的表姐。
Don't stop。视频轨吗？播放过的轨道。哦，对。但是那个音频哪么弄上去呀？你传上去噻，你直接拉进去噻。我一说就是哪么拉上去嘛？按录音应该重复了就说。手机、电脑都一样，直接就拉进去了。哎，35度。大太阳被秀。你的那个什么这么白呢？我的那个要站得很远。我
是你把脚那个是设置了自动了，一条蛇纹一条黑。随便做情人呀，这样的随便做情人呀。我觉得刚刚。夜下呀，对着那房子你瞧呀，手干就那就一起，对着阳天看这里呀，对着阳天看这里呀。你爬上那咋样的里呀？你爬上那咋样的里呀？你爬上那咋样的里呀？要用那个火日历跟你是一致的，它是跟你个HC，它这是 HC 2代，那个人脸跟走识别，它们是一样的。这个你问他嘛，每个应该是要不是就是白的，要不就是他那个一个我看他一个烟，一个蛇的，打白的嘛，他也跳不来。哎，你看。龙头儿和扎西拉姆，他们三个关系最好了。喜闹和永头儿还有扎西拉姆，三个随时在一起。
西国庄。哦，不是，超人三兄弟的那个洛桑巴丹。噔左右，哎，水沟子海。带在身上吗？昨天我全力发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可以啊，效果可以。我没看到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我交给你算了。他有个红包，然后你那边安排那个打嘛，他打我那个叫做省油的买水嘛，100块钱水就行。好的，对，家庭最用的是。对，就是一般打就你那边决定嘛，好吧？好。हाके हो
以前有一大堆扇子，但扇子很多，就是楼上他们店铺上的以前做了好多。
小飞跳得好好，全吃完了。去饭了这一条噻，你带几件？带了3件。对呀、我就每次带比较多。这样才简单的，谢谢啊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啊。小胖胖跳好，对，跳非常好，他节奏感非常好。对，35度，35度也是。明天好一点，明天29度，明天降温了，明天降29度。明天只有他的他们用的这个奶，也是的，我都可能，他的35 maybe outside maybe 37.今天那个，你要想法叫谁说？我要马上过生了，11号。我11号是生日11号。6月11号。6月11号。今天有那个。他们说他说生日，他就说今天生日快乐。一会儿再说吧。好的，我的生日给你说吧。都去做嘛嘛，都去做嘛。
有2个来了，周末是跑出来了。多吉卓玛和曲吉，左边是曲吉，右边是多吉卓玛。Hello， 你刚刚到吗？刚刚到还是？多吉卓玛，这曲吉和多吉卓玛他们在从那个学校赶火车过来的。在读大学，不是大学，他们是读那个师范学校，教书的。多吉卓玛跳那个原地3码子跳得非常好，曲吉也可以，反正就是他们从小就会跳。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，没事。后面那个是前衣服是曲吉，过去的曲，吉祥吉，深颜色的叫多吉卓玛，多吉。他以前最早应该是高中吗？和他们在学校有整个学校他们女生都在跳那个，发那个视频。还有，跳完。还有最后一段。还有8分钟，还有9分钟，还早啊，还有10分钟左右。这个裤子也高，应该比中1.75米吧，这个样子。离你的生日到了，下个月。比
昨天晚上那个17号瑶瑶来了，来了，就没看见。来了。掐过一次，骨头掐。往回来，这个小手几天都报警了。啊？这个小手几天了，他们报警了的，警察不知道找到没就走。看一下。小手整理1年之后，那个往回来，我朋友他们打，最后一直没联系了，啥都没联系了，就他们那些跳舞的，发现打110问报警。出来了吗？我知道。往未来出现了，前面那个戴眼镜那个，就消失了应该1周左右吧。然后落部也打电话，就打电话报警。打电话呀，什么以前联系不上，然后他的抖音啊、微信啊什么都没有，回复也没登录，然后打电话，警察说他说放心，没事儿，他们说没注意到，反正他们这一起没有在一起，好像看到了，我忘了。我不是没有说他没来，我是提示他，他没站在一起啊。看到单手鱼，估计头好长啊！你看，头都好长好长。炸西瓜庄这个2分多钟。
徐峥都受不了了，太热了。这个人是吧？我不知道名字，你认没有是这个？这个人是吧？这个人是吧？问一下他叫啥名字？好高哦，应该有点有名，我觉得。至少1.75米。好高，好高，好高！抖音，下班了，收了，结束了是吧？啊？结束了。什么？结束了，不调了。没有吧？结束了。啊，最后一个，他们就是在叫了嘛。最后一个，还有一个吧。对，有点长肉了啊，正常。5个，一堆。橘子节，还有那个青错，小青错。第一个是妹妹。加把的第一个，然后深圳第三个是4个，6个豆瓣8个。他的罗马球11次，深圳12个是3个无法取证。它下面有点，它不是它是我身上的水水了吗？
随便的买。他们也不知道。随时可以那个，他们在里头的根本这个可以，前两天停的，然后昨天对啊，昨天那边人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昨天我晚上来这个，怎么了？今天应该没有人开吧？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哎，太热了，不知道，等会儿转一下。不差。这是跟金错火影的。金错太受欢迎。看嘛，他放在哪里？多少了吗？跟鸡和小芡在一起。我们俩去吃甩锅。去罗马吗？下面那个灯吗？不会去罗马吧？他们两个啊？不会去罗马吗？不会吧？到处逛一下，停电了。真的啊？哦，这儿有电，这边有电。哎呀，这边有，把那边有电。我把这条东西拍了一个。看一下这个好像。啊？先别拍。哎，是调的，拍了也调不动，没拍。调了一个。那个调光角。你很漂亮。啊。你很漂亮。你看，哦，这个是韩国的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明明好。我突然有想我明天回去韩国。回韩国啊？哦，你在这边玩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有人，应该有人。昨天晚上没有人哦。6月底或者8月底哦，回来这边。今天这里有吗？我不知道哎，等会儿我过去看一下，应该有，应该有。今天主要昨天太热了，这里面有可能他们就不怎么想跳舞。里面是清错，都在喝清错火饮，对不对？清楚啊，对，清错。昨天聊天。哦。哦，就在这个边，就在现场嘛。哦。昨天晚上他们跳了吗？你有的时候见瑞瑞吗？瑞瑞在这边跳舞，他有这样在前面，酒店前面一点。酒店前面，对，这附近吗？啊，这附近吗？就在你前面应该200-300米左右吧。300米？对，很近。但是他不是每天都在那个位置，他有可能是星期三，有可能星期二，有可能他几天来一次那个地方，应该1周有2天在那边教舞。昨天瑞瑞到青阳公主啊，你可以跟他说吗？好，你可以转给他。不知道。炫给你。开学校。微笑诶。雨天降温了，29度。下雨最好噻，晚点看天不也下雨。下不晚一点。对啊，就他们2个最专业的。对啊。你是4川音乐学。
可以嘞。他也跳得好。不是，我是学习的。你也行。他学舞蹈的，他的那个新手表5.5在那个滚手室里。他是他那个是。他学了谁？我知道。两个最专业的，那个专业级的。多往前倒一点点，有点准备时间哈。文检花山豆。看一下。2分45秒。就是他多补的新的那个。2分45秒，2分45秒。这我们没了嘛？我们的走5楼吧。2分45秒。他应该走5楼。王母嘛。白马姐，2分45秒。哦，王母那个是雨涵嘛。刚刚走。因为我从哪嘛？你再还我的245在这。我们俩他今天约我到这边，然后我来了，我们俩一起看完这个走了，没有。哎呀，重新来一遍。重新来。再调到20。然后他跟那个另外一个女孩，他们俩走。进来一次白马姐。2分40秒吧。会了。好了，会了。真的哈。
都也跳过的，都跳过的。我说后面还慢，更慢一段。这自然狗。你有这个把，你有这些穿的。反正边我们跳一个，我后面第三个，可以吧？飞起来啊！别飞太远了哈，尽量在原地。版本不一样，跳编舞不一样。这是舞女服务中心的武馆的，就是啊，都行，这边是都行，武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是那样的，女生就是这样子的，女生就是抬手的那个，对，男生单手嘛，对呀，两个都是单手。这是一会儿给我装的吧？后面一段。跳两个，再跳一个。我跟走了，我跟走了。你看到啊？你看到啊？然后不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没看到，你怎么没来啊？来，这个上来，操着。来头部运动，预备起。旁边那个武馆，先拿直录啊！直接开始吧，啥也不说。直接录，反正跳得好。哎呦，你们知道在跳谁的吗？真的是应该高兴。唱到三兄弟。哇，我操！做你的，做你做到哪里？
没事，他这个不舌头了。嗯。结账了。我叫曲奇，左边是火鸡，右边是曲奇，右边粉丝。你也吃？出圈的。前天。好像都已经到家了。他那个玉树。昨天上，坐飞机的吧？坐飞机来的。好玩吗？去的。哦，它有布光灯啊，有布光灯还可以，有布光灯还可以。好吧，往后点，真能剪头过装啊！剪头过装，真能剪头过装。可以了。剪头过装开始，再近一点。
这边是红油。可以了。再看一个。